所以我刚刚也都没有好的跟上。再来看一个，约翰有听见，拢总是上惊人，因一齐出声，学老做啥名？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齐出声，学老做啥名？来看第20个歌词。因齐声称赞欢喜，学老唱歌，将一切学老荣光归上帝，荣光归圣父，荣光归圣子，荣光归疼痛圣神到万世。来第3节，阮做你囝儿，自阮永远天父，你用疼痛来创造阮大家，阮要尊重你，阮要称赞你。愿尊贵荣光归你到万世。我们再来唱一次，好，我把它唱熟，节奏比较快。
兄弟平安。今仔日咱有原声童声合唱团来献诗吼，咱请提醒兄弟吼，等者因伫献诗的当中吼，请兄弟莫手机仔去录影吼，会当翕相啦。嘛因为咱光远教会伫网络顶头有直播嘛吼，那嘛请兄弟莫用这部分去做影片，放伫网络也是 YouTube 顶头去播出，吼，请兄弟来配合。好，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要来敬拜阿罗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阮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感谢你的恩典，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什么款人会当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伫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的祝福。上主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追求上主，到哪个的上帝面前来条件伊。来吟圣诗，敬拜俄罗上帝，圣诗304首，我要俄罗。请大家起立。Thank
较济。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真心感谢你，你是阮的道路、真理甲活命。我要用一世人来对你的脚步，时时刻刻望你。你是阮的头家，伫阮心内顾条条，互阮亲像枝甲葡萄树三结连，对你得到仰视，嘛求你，互阮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语行，亲像当初的门徒共款，愿意卑微来缀你，甲你同齐行，帮助阮甘愿听你的话，照你的意思来做。日日我滚你，靠你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阮的心窝充满你的恩典，无论平顺也是拄着困难，阮拢受到你的保护，心内安稳平安。你互阮快乐，赢过试炼，互阮的生命愈来愈亲像你。阮要安尼做来荣光你的性命。主啊，阮求你保守阮的心，莫互阮轻易失志，失去信心，常常记得你的慈爱甲应允，伫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疼，做你手中祝福人的器皿。最后，我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咱的祈祷文，齐声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地伫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来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应文第36篇，就是箴言第8章，着听智慧得救。智慧伫路平原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正人啊，我叫恁；公义的人啊，着学习真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做我。伫上起头，伊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也袂有亲烟。我出母胎时，大山也袂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也袂创造。也袂安置强枪，也袂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插日互伊欢喜。意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趁我。着听教士来得到智慧。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生命。来读圣经，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22章第1节到14节，耶稣佫用譬如甲因讲：天国通譬如做一个国王，甲伊的囝办婚宴，伊找仆人去叫所请的人客来赴婚宴，不过因毋来。国王佫找其他的仆人，甲因讲：恁去，互遐个受邀请的人讲，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啊，我的牛甲肥的牛仔囝嘛已经抬，一切拢准备好势啦，请恁来赴婚宴。毋过遐个受邀请的人无看做要紧，做因去，一个去园里做工，一个去做生理。其他个掠伊的仆人，甲因凌辱，煞甲因杀死。国王非常生气，就派兵去剿灭遐个凶手，放火烧因的城。然后伊甲仆人讲：婚宴准备好啦，毋过所邀请的人拢不配互咱请，所以恁去街路口拄到的人拢甲因请来赴婚宴。遐个仆人就出去街里，拄到的无论好人歹人，拢甲因请来。婚宴的所在，人客就做到满满。国王入来看遐个人客，看到伫遐有一个人无穿婚宴的礼服，就甲伊问：朋友啊，你入来遮若无穿婚宴的礼服，迄个人拢无用。国王就对找因的讲，骹手甲伊扒起来，甲伊吓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伊的啼口、假牙切去，受呼召的真多，毋过受拣选的真少。以上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要赞美，今仔日咱邀请原声童声合唱团来献诗。咱等一个献诗的当中请兄弟莫用手机做录影，会当翕相。
感谢原声童声合唱团哦，用这样水的歌声带阮来敬拜哦，愿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上帝。这时要请本堂来牧师、罗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宴席。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马校长哈，然后邀请原声合唱团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此也代表教会的感谢，首先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主你随时甲阮三甲伫地，互阮知影，阮每一天拢是上帝恩典，嘛，互阮真心会当伫今日下礼拜中间搁一摆。来体会上帝的听甲恩典，因为主你的听，高深超过阮所想。愿主的圣心甲阮三甲伫地，互阮嘛听探主的话语。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今天比较不好意思，有点感冒哈，所以请英文我带喙暗来讲道。我想咱大家拢有捌收过即个红色炸弹的机会对无？这叫做喜帖啦吼。有当时咱若收到即个婚帖时阵，有的人会真欢喜，因为可能是家己的亲戚朋友有嫁娶，也是有好的即个婚宴来邀请。总是有当时若是咱较无熟悉的即个亲戚朋友。互咱即个婚帖，互咱可能会感觉小可小可挂虑啦吼，毋知影讲哇，这到底是要爱赴宴社，还是讲包礼？通常咱若无方便参加，咱就会包礼。所以有人就讲这是红色的炸弹，红色炸弹，因为拢爱了一寡即个金钱啦吼，所以。那对即个主家来讲，办一个宴社、一个婚宴，上惊拄着啥物款的情形呢？第一个就是惊讲拄着讲哇，有的人有代志吼，袂当来，有的是临时无法度来赴即个宴社，若是安尼，就主办单位会真了钱啦吼，因为遮个倒数拢是按即个回复来按算，所以若即个倒数的倒贴已经办好，总是来的人拢无招，就可能会亲像即对新人，因着两个人伫遐相敬就好，拢无宾客来参加吼。所以有人讲，若要办一场婚礼的宴社，上要紧的就是即个倒数的安排爱正确，较袂了钱安尼。所以今仔日即个。天国宴社，共款，甲咱有婚宴有关系。伫拄则咱所读的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14节，这就是咧描写耶稣所讲将来上帝国的宴社的譬如。即个天国，那亲像就是咱的天堂，人讲是上帝国。耶稣讲，天国就亲像一个国家的国王，要为着囝来迎亲设宴。即款的情形，国王一定会邀请亲戚朋友来参加，甚至嘛邀请一寡有身份地位的来宾。所以国王第一摆就派仆人去邀请遮个贵客，总是无想到遮个宾客无插国王的即个邀请。第一届国王就想讲，无我阁想一个办法，甲因讲即个婚宴已经有准备啊，我台洋台猪足侪澎湃，日本料理嘛有遮个牛排等等的足青草的，拢已经准备好势啊，紧来来，请恁来赴宴社。总是遮个受邀请的人，因不但无
无要插，搁甲即个仆人拍甲半烧死，甚至最后甲即个邀请因的仆人甲杀死。所以即个情形，国王听到了后，就真生气，哇，感觉讲，哇，啊恁无要，互我民主就准拄煞，啊你搁甲恁邀请的遮个人，搁拍甲受伤，搁杀死因的性命。所以国王真生气，就派兵来扫灭因遮的贵族的即个城市。因为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讲，受到邀请，无理由无赴宴席，就表示讲咱两个毋是好朋友，咱两个是敌人，所以是代表战争的意思。所以经文嘛是用安尼的即个背景来做描写。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耶稣遮个譬如就是在表示讲即个上帝国所要拯救的对象，即个国家的国王表示是上帝。国王的囝是耶稣基督，婚宴国王的仆人是即个先知、使徒甲历代的传教者。受邀请的人是当时的犹太人，总是即个犹太人，特别是当时的祭司长、文士甲法利赛人，因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无相信耶稣基督来世间是要拯救世间人。所以，就将遮个历代的先知、使徒、传教者，拢迫害因，直到耶稣透过即个譬如，嘛是要提醒因，着爱悔改。总是无拍算，遮个犹太的遮个领袖，因无听耶稣所讲的话，最后甲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所以耶稣伫迄当时嘛预言，伫主后70年，遮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受到战争来毁坏。遮犹太领袖因无听上帝的道理，直到就亲像今仔日的譬如共款，原本第一批受邀请的遮贵宾，因拢无人要参加，所以国王伊就下令讲：好，既然恁无要接受即个恩典。安尼，我就将即个机会送互其他的人。所以圣经就讲，国王就吩咐讲，路上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参加宴席，无管因的身份地位。所以咱看即幅图即个儿童伊所带的遮个人，其实头前是一个青眉瞎眼的，嘛有即个瘸腿的。拢真做即个受邀请的对象。我想毋知咱大家敢有即款的经验，就是有当时咱常常受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宴席，咱的心应该会感觉哇，要去食即个怀石料理，要去即个大饭店，即个爸母就讲紧嘞，衫换换的迄个有人请咱去餐厅食饭安尼，咱的心就会真期待、真欢喜咱嘛会装塔咱家己咱会装扮自己来赴即个宴席。所以迄当时共款遮个受邀请的人，因就真欢喜来赴宴席。总是国王到即个婚宴的过程，看到讲，既然有人无穿礼服，所以就问伊讲。某物人，你来遮参加宴席，为什么你无穿礼服？我想，若今仔日有人邀请咱去国宾还是大饭店，咱应该袂穿短裤、穿拖鞋去参加即个食桌吼，因为咱会感觉讲，哇，安尼看起来真无尊重即个邀请的人嘛无礼貌，所以咱就会穿他较整齐来参加即个宴席。所以，无穿礼服，伫今日的圣经要甲咱讲，提醒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无看重即个宴会，咱若无重视，咱就会穿插就较凊彩。我想咱来伫教会，为虾米有的人要穿西装，要搁加即个领带，表示咱对即个礼拜的整个的看重。另外一个原因是，
袂赴穿啦吼。有当时咱若困过头吼，咱换嘛袂赴热头，袂赴换衫，吼，咱就可能凊菜菜就出门吼，因为真赶紧。所以即个婚礼因无穿礼服的原因，就是第二个是无准备心来赴即个宴席。咱若无准备，就表示咱无看重即件代志。咱知影国外若要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即个宴席，也是会议，拢爱穿查甫爱穿西装，甚至是甲即个波泰吼，迄个领结，查某人就爱穿即个礼服，晚礼服来赴宴。即个头前的即个接待人员，佮会甲你查你的身份，看你是毋是受邀请的人。若毋是，佮无穿插无合因的规格，你就无法度入去即个会场。所以表示讲，即款的即个过程是真谨慎、真要紧。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嘛是共款，是即个天国宴席的受邀请者。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的耶稣基督已经伫2000多年前来到即个世间，亲自透过伊家己来邀请咱。当咱若有机会听见福音即个好消息，咱就是即个宴席的贵宾。所以，搁较要紧的是，咱爱知影，毋是所有受邀请的人，拢会当伫即个婚宴中间来坐倒。今仔日经文，咱通了解。有两种人，第一个是无看重宴会，第二个是无准备心来赴宴，这拢是上帝所无介意、无欢喜的。所以马太福音22章14节，则就甲咱讲，因为受敬召的人真多，总是敬召的人真少。被招的人很多，选上的人少。意思就是讲，可能今仔日咱拢来赴这个宴。咱拢是受敬召的人，即个世间足侪人拢是受到拣选，总是会当真正进入上帝国、进入上帝有婚宴的人是真少。为什么呢？因为咱足侪人无准备心，足侪人无看重即个邀请，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要甲咱提醒，咱收到即个天国宴席邀请的时阵，意思就是讲，当咱听见上帝福音的时阵，咱较要紧的是，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我想，咱得爱有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上帝。正确的态度是表示讲，咱得爱有真要紧的即个态度来回应主。因为天国的即个宴席，毋是一场淘汰赛，但是是一场资格赛。资格赛意思是啥物人才是有资格？我想有当时咱会参加一寡任务、一寡代志，咱会审查即个资格。比如讲，我过去想要做即个空少啦，就是空中少爷。总是资格是安怎？身高要170，我搁第一个去量身高，我尾仔已经穿3声，结果是168.5，我第一个就淘汰，因为无资格嘛吼。所以这就是资格赛吼。若上帝国的婚宴资格是啥物？毋是看啥物人奉献较济啦，嘛毋是看啥物人为上帝做的事工较济。嘛，毋是看你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你的身份地位。重点是咱安怎来回应？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拣选？第一个，咱爱有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上帝邀请。正确的态度是爱有真诚、渴慕接受的心，诚实来接受渴慕的心。国王找派仆人，请人来赴宴，总是真侪人拢忽略、拒绝，所以上帝嘛透过更较侪种的方式来咱邀请，透过聚会，透过礼拜，透过圣经的道理来邀请咱人
咱是毋是有较无的心来接受即个恩典？诗篇63篇第1节，安尼甲咱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找求你，亲像地旷旱无水，我的心心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幸无你，到要昏去。兄弟姊妹，毋知咱敢有较无上帝疼到要昏去？台语汉语版的翻译，我感觉真水嘛真直接。咱对上帝较无，敢有亲像咱甲咱所疼的人的即个心共款？就亲像男女咧谈恋爱，有热恋期啦吼。我会记得我甲师母我的太太迄当时咧交往的时阵。我渴慕见到师母是无时无刻的。虽然迄当时我咧上班，总是我伫上班的过程，一直咧想讲，下班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下班就要去找女朋友，所以我上班就拍拼的就积极来完成工课，我会当准时下班来甲我的即个女朋友来约会，所以我拢穿迄个公司的制服迄当时伫即个材料厂拢药水味嘛臭臭，毋知影是安怎迄个师母拢无甲我气嫌，伊讲哪会结婚了后，甲发现讲你的有当时身躯闻起来臭臭安尼总是迄当时交往的时阵拢无感觉，这就是叫做热恋期热恋期就是毋管对方安怎，你拢欣赏，你拢介意迄当时嘛是共款。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嘛有即种较无的心？咱是毋是较无看上帝话语、听上帝话语？亲像迄当时我甲师母交往时阵，阮毋若甲遮的情书拢留落来，连迄当时阁有迄 message 简讯，我拢甲做备份存档。我就发现讲，阮交往时阵遮的物件、资料、简讯甲相片有够济啦。结婚了后，哪会愈来愈少？这毋知是安怎，可能较无用。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共款，咱着爱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上要紧。咱愿意较无上帝的心，若愈来愈多，咱着搁较愿意来跟对主。所以咱要思想的是，咱是毋是较无救恩，较无上帝的疼，较无真理，亲像咱甲咱的厝内人共款，咱想要甲厝内人永永远远住做伙，咱是毋是较无甲主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亲像咱男女咧交往的过程，甚至到伫婚姻的过程，咱拢会当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第二，咱爱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要找借口来拒绝上帝。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为什么第一批的受邀请的人，因无要赴宴席？足侪理由啦有人讲因兜种匏生菜瓜啦因要转去顾厝内代志。有人讲因囝囡仔过来的伫遐冤家所以伊着爱转去做一个调解。这拢是理由。咱若看到上帝的疼、上帝的恩典，咱着袂找遐侪理由。亲像迄当时我倒咧上班，我甲上帝讲：上帝啊，做一个工程师，上欠的毋是钱，上欠的是时间。我感觉我为主服侍的时间实在是无够野，求上帝帮助阮。上帝就讲：既然你感觉工课时间无够，安尼你着专心来服侍。所以我最后我着辞掉我的工课。考神学院，成做上帝的仆人。所以我相信，当咱有心要为主服侍，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课、生理，还是厝内代志，拢袂造成咱甲上帝关系的遮个隔断。咱会当克服搁较侪困难，因为咱经历着上帝的疼，比咱所做的较侪。所以咱着爱思想。当上帝需要咱甲主相同行，为主服侍时阵，咱敢会找借口；当教会需要咱参与服侍时阵，
咱敢会因为侪理由来拒绝上帝邀请？第二点，咱着爱穿合宜的礼服。什么是合宜的礼服？第一点是内在的生命着爱改变，内在生命需要改变。穿礼服毋是只咱外表的穿插，穿礼服是代表咱人生命需要更新改变。换话来讲，就是咱爱有悔改的生命。咱今仔日来伫教会，诚做基督徒，那亲像穿礼服，是因为咱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称咱做义人。咱本来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总是因为今仔日耶稣基督为咱受定十字架死，搁活来赦免咱的罪，至到咱会当得到完全的生命，是因为咱已经穿耶稣基督做咱的外衫。所以罗马书13章14节安尼讲，咱爱穿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多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咱人拢有一寡私欲、放纵、贪心，也是嫉妒等等，才会无好的偏见。总是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就袂当阁受到过去咱的情绪来影响，咱就爱随时提醒咱家己，咱是上帝的囝儿，咱爱有基督的生命甲行为。第二点就是当咱受洗归入基督的时阵，咱就是亲像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份，咱就爱活出基督的行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悔改的心需要带出生命改变的行动。咱侪时阵拢会讲，哇为什么咱已经来伫教会较久，阁有一寡无好的遮个习惯、无好的偏见、性格无法度改变，因为咱无看重遮个代志。咱若看重，咱就会随时来反省，提醒家己生命爱更新。所以第二个部分，穿礼服代表咱就爱活出甲救恩会当相匹配的遮个行为。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咱要安怎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看咱是毋是有结出圣心的果子。才有甲咱讲，圣心的果子是啥物？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甲节制。这个代志拢无律法来禁止。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袂当放纵家己的私欲。总是这几种的代志是上帝所应允，咱会当尽量去做，尽量去完成，互人看出咱生命的改变。所以有人就讲，咱若要看一间教会信徒是毋是成熟，只要办一个代志就好了。办什么代志？办道啦。是安怎讲？因为伫即个食道的过程中间，咱人的本性拢会走出来。你是毋是一个贪心的人？是毋是一个干那顾家己的人？伫办道的过程，就会当看出人性。你搁较坚强，你若无提醒家己，有的人牧师还袂祈祷，伊就开始食；有的人别人还袂食，伊就开始包。所以一个爱宴的过程，会当看出一间教会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咱若无够成熟，千万莫办爱宴，因为咱的这个丑陋面可能拢会走出来。总是爱餐的目的，我想咱拢知影，是因为要学习初代教会来照顾这个需要的人，照顾这个弱势的人，互因伫平常时厝内无法度得到饱，会当伫教会得到稳定。所以咱拜六拢有即个五饼二鱼餐，其实是出发点是要为着照顾这个出外的学生，照顾这个青年，因拜六来到伫教会，咱接待因，亲像咱一家人一样。所以伫即个同工的过程，因着伫拜六下晡就开始款食，互这个
学生也是教会同工服侍者，会当伫即个暗顿中间得到饱，得到满足，嘛借着即个机会来关心搁较侪肢体的需要。所以，爱餐的目的，咱爱真了解，咱爱真要紧，无就会诚做是教会一个破口。所以，咱着爱有准备的心、谨慎的心，因为咱知影上帝伊随时拢咧甲咱三甲伫地。咱嘛爱知影魔鬼有当时啊，亲像好狮，随时要吞食基督徒，互咱伫有诶代志中间跋倒，丧失家己。所以，咱要提醒咱的兄弟姊妹有3点爱注意：第一，着爱谦卑认捌家己是有限。咱人若认为家己足够的，咱就袂去检讨家己。咱着爱知影家己拢是有限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甲恩典。无人有法度靠家己的行为来进入上帝国。第二点，咱着爱不断来追求性命、灵命的成长。我想，领受恩典，就是受洗礼，毋是咱的重点。洗礼只是性命更新的开始，咱搁较要紧的是爱性命的成熟甲成长。透过读经、祈祷、参加团契聚会，咱的性命甲法度不断一届搁一届的更新，互咱的性命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第3点，咱爱永远活伫仰望的中间，咱爱随时准备好势迎接主搁来的日子，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第2届过来的时阵，无人知影，连伊家己嘛毋知，只有上帝知影。所以咱着爱把握每一日。我想今仔日咱伫教会服侍嘛是共款，咱爱有仰望，咱爱有信心，咱爱有喜乐的心。每一届服侍，咱拢爱甲当作是最后一届服侍，因为咱毋知影咱是毋是有明仔载。伫即个世间变化。真侪灾难，真侪即个意外。最近咱看交通，足侪即个交通意外，足侪即个地动、天灾。咱毋知影咱明仔载敢搁看会到坐伫隔壁的人，所以咱着爱知影，每一工拢是要紧，拢是重要。咱着爱把握咱搁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为主做工。总是咱毋免为着因为即个世间的即个环境来感觉失望、累志。咱的仰望是伫永远活的上帝。所以彼得前书第3章15节才甲咱讲，着尊耶稣基督做主。若有人问恁心中的仰望，着不时爱准备好势，通对因辩明。即句话其实嘛诚做伫我信仰过程真要紧的提醒。我会记得过去伫执场的过程，足侪同事嘛问我讲，为什么你拢心中敢若真喜乐，无啥物恶担当的代志？我就会甲伊讲，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拢会去教会，上帝听，教也我用。所以我相信，伫咱的每一个人的性命，咱嘛是爱有即款的仰望，随时准备好势。咱的厝边隔壁，咱厝内的人，未信主的人，若甲咱问起的时阵，咱就会当甲因传福音，邀请因来伫教会。我相信，一个性命成熟的基督徒，就爱随时准备好势，亲像迄有准备油灯的遮个5个在色女共款，因耐心听候，准备好势来迎接耶稣基督过来日子。当咱有渴慕的心，嘛要赴即个将来上帝国的宴席，咱一定会准备好势。亲像咱若来伫礼拜，咱若有渴慕的心，咱嘛会提早准备，无论是服侍，无论是敬拜。亲像今仔日遮个童声合唱团，因过来要去欧洲，我相信因为着即场的即个巡回，因准备真久的时间，因为因看重即个服侍，看重即个代志。我相信伫咱每一个人的服侍过程，咱看重，咱就会准备。咱准备，因为咱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最后，我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咱是毋是愿意接受天国的邀请？可能咱有未信主的，
嘛有厝内人还袂信主，当咱有机会接受福音时阵，咱是毋是会当来听谈上帝话语？第二，咱是毋是随时准备听候上帝差遣？咱为主做工，毋是只是来听道理。第三，为着咱明年教会70周年，咱是毋是愿意来承接上帝的使命？因为伫明年是教会更新的开始，是福音要传递的开始。咱要用什么款的即个心态来迎接70周年？我相信这嘛是上帝要互咱的功课。愿咱合适今仔日的信息，会当准备好势为主来服侍。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若毋是主你的恩典，阮早就伫黑暗中沉沦。总是你看阮做宝贝，你既然为着阮人的性命牺牲你家己来到世间，为阮受难、受顶十架，总是你赢过死亡，你有永远活的性命。互阮知影，阮人的性命毋是短暂，阮有搁较要紧的是一个永远活的性命，是借着耶稣基督你的恩典赏赐互阮，互阮既若愿意信靠耶稣基督，跟对主的人，阮伫即个世间有福气，伫将来有永远的性命。主，阮知影阮有缘欠缺，有时阮还袂准备好势，就来赴宴谢。总是主你怜悯阮，互阮会当搁一摆来觉醒，搁一摆提醒家己，阮着爱准备好势，听候主的差遣，互阮的心会当有仰望，是因为主你的听教也婉用，互阮有信心来跟对主的脚步，无看未来环境的困难甲挑战，因为阮知耶稣你已经赢过这个世间，你要互阮有平安的心，会当一世人跟对主，直到主过来的日子，像阮每一个人拢是好搁尽忠的奴仆。主，阮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35首，福音真声在大坛，请大家起立。
坐。这是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感谢你，因为你使阮主耶稣基督，互阮通得到你的救恩。阮也为阮所领受对你来丰富的才能、陪伴、甲看顾，献上感谢。也恳求圣神保守阮常常知足。阮则将金钱奉献予主，做圣工路用。求主感动阮虔诚的奉献，也恳求圣神引传阮教会，用这金钱做主爱阮做圣工，甲传福音，通延光主的名，互更较侪人得救。阮同心合意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那我相信今天是我们大家期待很久，我们可以听见原声同声合唱团在我们当中的演唱。那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媒体，我们在电视上也看过他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我们去看见台湾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最后一个拍手歌，好像这是我们大家知道了非常惊艳的一个影像哈。那今天这个团体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的学妹就是同声原声合唱团他们的赞助单位主爱协会来提到说希望能够来我们教会来演唱，我马上答应了哈。那这也是非常荣幸有同声合唱团来到这个地方。那过去呢，他们要在出国演唱之前，都会在教会当中来演唱。我相信这是非常美的事。就是我相信，不单单只是在教会献诗，我相信呢，也是把他们心诚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媒体或者网络当中，可以看见他们的故事。那我搜寻了一下，我越看就越深的感动。上帝在他们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所以马彼得校长到最后一个结论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和奇妙带领。就是在一个玉山底下，一个非常偏远地区，是一个信义乡的一个部落
他们这些孩子原本他们跟那个与世隔绝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可以在世人面前能够来演唱，不止在台湾，而且在整个全世界当中演唱。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是神迹，这是神迹，而且这是上帝所祝福的一个团体。那在这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把信仰带进到这个团体的训练，信仰成为他们的生活，信仰他们成为原声童声合唱团的一个立团的主要的根基，都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孩子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在奉献，那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不是感动，不是那么浅，而是他们知道，在这里不是献唱他们的声音，也借着这个奉献，知道他们是属上帝的，所以他们不是一个表演团体而已，它是一个敬拜的团体，所以非常深的感动。那在这里我来介绍几位在我们当中的主要的干部。除了我们所知道这位孩子之外，那这位主要的干部，我们来欢迎他们一下哈。主要就是彼得校长，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都知道他，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能够让他亲临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很大的荣幸。还有我们领队洪春满校长。我们伴奏陈玉志先生，在后面的地方。还有这一位我不晓得怎么称呼他，欧洲的海外代表。他的名字很特别哈，居和道。再详细介绍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名字。居就是车，道就是道路。所以有车辆和道路的现身。好，所以看到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记得哈。那所以非常欢迎他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演唱。那等一下还有一首，所以在他们出发之前，还有对啊，竹爱那个协会理事长邱元美小姐。对啊，这个声务先讲一下哈，这样。好。然后特别要讲哈，特别他让他知道他很年轻了哈。我的学妹，东海大学的学妹，而且是社会系的哈，所以我们认识之后呢，大家就有很密切的联系哈。那所以呢，这些在出国的演唱呢，过去都是在圣灵堂那边，所以今年他就说一定要来我们公园教会哈。那以后希望他们来的时候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会场里面非常优美的一个回声那他们就喜欢来到这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来，常常来，好不好？拍手我们热切的欢迎。那刚才在这些在彩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会场真的很棒，然后配合他们非常非常棒的声音。我以为他们装了麦克风，结果不是，就是原声这样唱。非常美的声音所以等一下我们有一首歌他们选得很好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我们会在唱。那在演唱之前，我们为他们的祝福，求上帝带领他们在欧洲之行。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为了这个教会明年70周年的筹备。有一个叫做那个建设小组，要为了教会的改变，我们6月15号要做这个大家的讨论。那今天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重要在哪里呢？因为教会每次要做大更动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意见的时候，所以请大家提供意见的时候呢，为我们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做这个70周年的预备里面，有其他杂音跑出来。那我们大家尽量提供意见，我们虚心的去领受大家的提议。那因为我们说那个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谨记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做这件事情不要成为教会的一个破口，而且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大家尽量提供意见，我们把它整合之后，那不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祝福。那我们6月15号举行事工研讨会，重点是要为了教会10年的教士的一个规划，所以大家尤其是团契，尤其是各团契，对于教会的各个空间有什么样子的需求，或者是我们在这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需求，当然我们已经有初步的概念，但是呢，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姐有更好的建议的时候，请不吝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关系着我们10年、20年的一个教士的一个变化，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很重视这件事情。那我们这边有讲到第2点，就是各个楼层的整修及长期效益，大家只要有任何的想法请跟黄牧师、赖牧师、东立长老、文静长老，或者是跟我来讲，那我们来教会的时候都可以找我们讲，这很重要。第3点呢，就这个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是已经限制住的空间，但是呢，我们希望把它有更好的利用，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意见。我们已经绞尽脑汁，但是希望大家再提供意见，让我们脑汁可以少绞一点那谢谢各位。继续报告第3点，年比旧的主日学的消息。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6月份的年比旧的教师会，2点半要举行新竹区的年比旧的建设会，请同工来参加。第4点，第7期的幸福小组聚会。今仔日下晡是运动很幸福小组聚会地点是丽池公园岛屿天光餐厅。第2组爱无限幸福小组时间是后礼拜五上午10点，伫英国长老的厝请同工甲 Best 9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第5点，信徒领袖培训的课程，基督信仰神学导论。后摆上课的时间是6月14号上午的9点半。讲员是梁月梅老师。第6点，还未摕到2024年的个人奉献证明的兄弟，请往玉山干事来领取。具体的消息，永兴这事5月21号生一个查某囝母女平安。黄牧师甲牧师娘，搁做阿公阿嬷恭喜感谢上帝的保守甲稳定，感谢上帝的祝福。报告以上。那昨天呢？昨天早上跟下午我们举行林秀雄弟兄他的告别礼拜以及安葬礼拜。那之前呢，有赖牧师主持了入殓跟火化礼拜。感谢主，这个过程都很顺利来完成。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参与到这些关怀探访的工作，非常感谢主，因为这个家庭这是非常彼此相爱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他们爱父亲，
父亲爱他们，所以这个当中看见了家人一起陪伴父亲共度最后一程，表达的爱和感谢，所以我也深深很感动哦。那今天呢，他们家人都在这个地方哦，刘一枝姐妹，还有恩伟还有太太在这个地方，琼瑶哈，还有恩琪都在这里。那他们都是之前在我们教会中受过洗哦，那这段时间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陪伴着爸爸哦，就这样。那所以呢，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致谢。那昨天也有很多人来到这地方送他们最后一程啊，就我求神安慰他们，并给赐给他们力量。现在我们邀请原声同声合唱团来到前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只是一个合唱团，其实我们是一个学校。我们努力了15年，终于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我们的学校，叫原声实验教育机构。阮的囡仔拢是较艰苦的家庭的囡仔，阮是要照顾因读册、生活的那个而成立的学校。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就像牧师讲的，我们把信仰当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刚才牧师讲到圣领9国，在我们的学校，圣领9国是品格教育的核心宗旨。一般好东西，品格教育东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但是我们是用仁爱喜乐，用这个圣领的9国当做我们的每一周的品格教育的核心。那我们的班级班名东西用圣领9国，比方说7A 信实班、8A 温柔班啊，我们的对。那我们这个学校很特别，我们每天早上都有晨祷读经，我们每天晚上都有晨祷在读经，晨祷晚祷。那我们希望把信上帝的福音，在国小阶段、国中阶段，就把它扎根在孩子的心中。我们其中已经有一些小朋友，他的目标是将来要当一个牧师啊。他为了要实现这个梦想，他做了一个笔记，每天读圣经哦。他把圣经的经节都把它做成记录。我今天读了某一个圣经的第几章第几节，都大纲都做笔记了哈。你看我们小朋友这么有心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是一个在宣扬上帝恩典的学校，我们也是上帝祝福的学校。那么我们常常讲，我们出去欧洲不是为了要彰显我们外高手瓜。我们是要宣扬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恩典跟喜乐。我们希望带着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也请大家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祷告。我很高兴，刚才牧师跟我说，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先为你们祷告，我就感动哎。那现在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的小孩子来祝福祷告。好，我相信在这里不单单是牧师祷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刚才马彼得牧师校长所分享之后，我们真的是一个信仰团体所以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起立为他们来祝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不单单是用美丽的声音所建立的一个合唱团，这也是用敬畏神、用信仰所建立的一个合唱团。主啊，他们用信仰作为他们的根基。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因此当他们有敬畏上帝你的心的时候，主啊，你就带领他们扩展他们。主啊，不单单只是在玉山之下，信义乡是一个好像偏乡的一个部落。主啊，因为他们敬畏你，主啊，你就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主啊，他们演出被看见。主啊，他们在台湾这个海岛当中来赞美你，他们在群山峻岭当中来赞美你。现在你也带领扩展他们的警戒，漂洋过海，在众列邦当中来赞美你。主啊，借着你所赐给他们的天籁之音，主啊，他们可以唱出你所赐给他们美丽的声音。更重要的，主啊，也借着他们的演出，他们可以传扬，主啊，他们就是上帝所创立的奇迹。主啊，在这里有一个神迹，就是他们追求梦想，并且完成梦想的神迹，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主啊，主啊，没有上帝你做不到的事，因为借着他们，主啊，看见他们所创立的不可能的事。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恩典和奇妙的带领，让他们的神迹被看见，就如同他们声音被听见的一样，好叫他们不只成为一个猛虎的团体，他们把这样的福分带到世界各地，他们所听见这些美丽声音的人当中，我们相信借着他们也要荣耀你。主啊，荣耀神，因为你在他们当中做了何等奇妙伟大的事。主啊，祝福他们，今天他们就要到欧洲去了。主啊，感谢你，我相信你要一路与他们同行，无论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主啊，在那里都有声音被听，美丽的声音被听见。主啊，他们都有一些神迹美好的故事被传说，保守他们出入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们最后一同站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主你莫大的恩典，使我们在天国的宴席有份。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赏赐给我们许许多多从神而来的恩赐、天赋，使我们能够为主所用。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生命，能够为主传扬福音，使我们不致白占土地，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的爱，无论是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金钱，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全人献上给主，使我们能够成为那配得良善又忠心的主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保惠师以及上帝的同在、感动相通，祝福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等一下。